喂喂喂！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流我哋最新、最獨家、最深入嘅賽事大解剖啦。今日同大家直擊2026年4月15日星期三跑馬地夜馬第5場，第3班1650米草地 A 賽道呢場大混戰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入正題，同大家瘋狂起底。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睇下邊幾隻馬今日要直接飛走。2號極光之子健康成疑，表現難以接受。第一隻要畫大交叉嘅，絕對係2號極光之子。大家睇返馬會最新公布嘅傷患記錄。呢隻馬喺今年2月跑完之後，被獸醫同競賽小組評為表現難以接受，即係話佢身心狀態都出現咗嚴重問題。呢種有暗病或者唔規矩嘅馬，最忌就係喺谷草呢啲急彎同埋極度需要馬匹高集中力嘅場地發力。雖然練馬師伍鵬志重新做過功夫試晒閘，但係面對同場咁多當銳嘅3班對手，佢嘅狀態根本未回到100%，隨時跑跑客又扭計。大家千祈唔好因為佢有周俊樂減磅就盲目追捧，喺呢個容錯率極低嘅場合，投注喺一隻健康有疑慮、剛被評表現差劣嘅馬身上，真係隨時令你一頸血，直接飛走無眼睇。9號時時開心近績低迷，狀態完全未達標。第3隻要無情踢走嘅係9號時時開心。呢隻馬由尤達榮訓練，近3次出賽嘅成績全部都係大敗而回，走勢可以話係全無威脅，完全睇唔到有任何復甦嘅跡象。雖然今次配上蔡明紹，負磅得116磅，但大數據顯示狀態低迷嘅馬匹，就算有輕磅之利，喺谷草 A 跑道呢啲講求實力同走位嘅場合，都好難創造奇蹟。佢跑法亦都偏向被動，喺谷草直路咁短嘅情況下，就算後上都姍姍來遲。無論從狀態、賽績定係直播率嚟考慮，呢隻馬今場都只係陪跑居多，大家啲血汗請錢嚟不易，絕對唔應該投資落去，堅決放棄。清走晒啲伏馬，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結合絕密數據嘅完美 package。1號一起美麗，蔡約翰潘頓強陣，全場最值得大家留意嘅首選，一定係蔡約翰馬房嘅1號一起美麗。大家睇到個排位表。今次交俾冠軍大師傅潘頓操刀，呢個蔡潘黃金組合一出，已經係品質保證。雖然今場要孭135磅頂磅上陣，但大家要明白呢隻馬本身具備高班卡士，留喺第3班作戰，級數上已經佔有壓倒性優勢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一起美麗，中間白衫馬佬，外邊非凡豪傑，最出紅衫就富國兄弟啊，第5位嘅馬啦，出邊有成康掠影啦，內欄粉紅衫連冠王啦，馬冧中間紫色眼罩嗰匹呢，仲有加州活力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貼到欄嘅有一定掂，外邊尾四深紅紅啊，後邊嘅3匹馬靈燈響尾3啊，尾二內欄位置係熒光啦，縮咗喺後邊黃衫嗰匹呢，就三寶進財嚟㗎。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彎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就係轉咗配備嘅馬路嚟㗎，外邊成康掠影走咗上嚟啊，第3位有富國兄弟，內欄第4嘅馬呢，係一起美麗啊，第5位有非凡豪傑，內欄第6粉紅衫呢，仲有連冠王啦，外邊走咗上去係靈燈啊，大約尾5紫色眼罩係加州活力啊，後邊4匹馬一定掂啦，尾3位置係深紅紅啦，殿後2匹馬三寶進財同埋熒光嚟㗎，咁啊過埋呢個800米段住向住600進發啦，前面走咗上去係靈燈啊，放咗出嚟啊，跟住第2位就馬路啊，後邊嘅馬第3位成康掠影，內欄第4一起美麗，第5位紅衫富國兄弟，內欄第6連冠王，外邊紫色衫紅袖非凡豪傑啊，
後邊嗰5匹馬一定點啦，加州活力響尾4，紫色眼罩掟出去㗎啦。後邊3匹馬深紅紅三寶進財包咗落尾係熒光嚟嘅。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仲係呢隻呢，咁啊仲係呢隻靈燈啊，中間位置馬路開始進行挑戰啊，外邊追嘅馬有一定點響外邊，內欄傳上嚟仲有一起美麗，最後100零米靈燈埋邊，外邊鬥緊馬路，兩匹馬相當接近，內欄第3位仲係一起美麗，接近終點靈燈贏啊！跑潘頓騎呢類頂磅實力馬嘅勝率向來極高，佢最識得點樣幫重磅馬間遮擋慳力。睇返晨操紀錄，隻馬喺從化同沙田做足功夫，狀態踴躍。潘頓只要能夠喺早段幫佢守喺中前列嘅黃金包廂位，入直路拉出大外檔望空一衝，絕對可以殺個對手措手不及，無懼重磅阻力，絕對係今場嘅穩膽首選。4號做好自己，霍宏聲呂健威近即準到鼻，想向一隻實力超群、穩穩陣陣嘅配腳，一定要單實呂健威馬房嘅4號做好自己。大家睇下佢個近績，6次出賽全數跑入3甲，準繩度簡直係恐怖級別。今次繼續由霍宏聲操刀，人馬極度合拍。呢隻馬今次孭125磅，排喺5檔起步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谷草1650米，極需要一隻識得順住步速走嘅馬，而做好自己，正正就係呢種類型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魅力之耀紫色衫嘅，中間黃衫做好自己，外邊淺藍衫翠兒威威啊，最出呢就係嗰隻有贏威馳，4隻馬依家拍住啊，內欄第5位爆得美麗啊，橙衫第6位嘅馬呢就勁沙塵嚟㗎，再後邊嗰6匹馬啦，紫神之星嘅內欄第7，外邊呢仲有爆笑啊，後邊4匹馬飛輪步仗義黃帽響尾3啊，尾2就優才啊，暫時殿後係時開心嚟㗎。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彎，向住對面直路頭進發啦。前面放嘅馬呢就魅力之耀啦，外邊第2位係翠兒威威啊，內欄第3有做好自己啊，有贏威馳啊第4，內欄第5呢仲有爆得美麗啊，橙衫第6位勁沙塵，內欄第7仲有紫神之星啊，後邊嗰5匹馬分別有爆笑啦，尾4外邊就飛輪步啦，埋邊粉紅帽尾3呢內欄有呢隻呢就優才啊，殿後一隊黃帽係仗義，黑衫黑帽內欄暫時包尾呢係嗰隻時時開心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都仲係呢隻魅力之耀放嘅，跟住第2位冇變過啊，翠兒威威啦，內欄第3做好自己，第4位有贏威馳啊，內欄第5位粉紅帽打邊啊，就係呢隻爆得美麗啊，橙衫第6位呢揈出去外邊呢仲有勁沙塵，後啲先係紫神之星啊，咁啊爆笑嗰啲馬掟到最出呢就係呢隻仗義啊，最後200零米魅力之要佔先嘅，做好自己率先上嚟挑戰啊！中間位置上嚟嘅馬有翠兒威威啦，外邊係勁沙塵啦，入邊上嚟仲有隻爆得美麗啊！最後100零米做好自己佔先啊！一對上嚟爆得美麗響入邊，出邊位置追咗勁沙塵，中間有贏威馳，爆得美麗贏出呢場賽事，加個眼罩零舍唔同啊！第2名呢，好接近喎，埋邊黃衫3毛係做好自己，中間紅衫係呢隻有贏威馳。呂健威今季狀態大勇，戰意高昂，只要霍宏聲發揮正常水平，喺轉彎時唔好被逼出大外碟。以隻馬目前大勇嘅狀態同中心性格，絕對有力喺最後直路同強敵周旋，極具威脅。配腳必拖，7號加州活力艾少麗告東尼，輕磅突擊搏大霧，呢隻馬已經贏過2場，證明本身實力唔差。今次配上眼功好手艾少麗，最關鍵嘅係佢只係孭120磅上陣，喺谷草1650米，呢啲對體力要求極高嘅路程，輕磅馬往往去到尾段會有意想不到嘅爆發力。雖然佢之前試閘曾經被報告表現欠佳，但經過練馬師重新調教，近期狀態已經回勇。買4重彩或者3重彩絕對唔少得佢，分頭一定和味。跑馬無絕對，幫大家拆解晒啲盲點，但臨場變數都好重要。大家記得睇定賠率走勢，同埋留意沙圈隻馬嘅航圈狀態先好撲除啊！
靈活走位先可以長賭長有。覺得今次呢個全方位分析夠晒立體，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覺得今場邊隻馬最有機會突圍。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傾下賽馬經。馬迷朋友，祝大家今場大豐收，我哋下次見。